家己这边落大雨嘛，造成农业损失，真侪未富收成的菜色拢浸伫水里，损失是真惨重。新港乡农会就表示讲，这个所在正常侪就是应菜，差不多有4成，即马拢拍算去啊。农民伫水也未摕田内底靠应菜，新港乡昨落大雨，除了造成路边淹水，一寡田嘛受灾严重。有农民讲，家己种来的田差不多淹8、9成去。今仔日就是大家拢安尼吼，有法度抢收就先抢收，无你到明仔载来就炒菜就拢爱烂掉去。这咱昨暝抽啊几点，才转去啊，到今仔透早就过来抽，到今仔规暝拢无休困啊，安尼。新港乡是家己县青菜主要产区之一，昨个大雨，新港落了300多毫米。农民讲，应菜悬度差不多有20公分，但是有的所在已经淹到60公分。新港最大宗就是空心菜、地瓜叶。空心菜的状态，温室里面至少损失都在4、5成左右。那因为地瓜叶水泡了之后，基本上会，太阳再出来，有可能都整个烂掉，它的损失应该会在7、8成。家己县农业处表示，目前有收到水上、新港甲民乡的损失回报，受损的面积有392公顷左右，损害金额掠算将近900万，会向中央汇报。若是符合救助条件，嘛会协助农民来申请补助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